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要带您到屏东、嘉东和内埔来一趟客庄小旅行。两个地方都有许多历史建筑，以嘉东的萧家古屋来说，是少见的五进大屋；而内埔的昌黎祠更是一道考绩，庙宇就是香火鼎盛。屏东嘉东的萧家古屋已经有100年历史，施工精细，雕工精致，是一座5堂大屋，也是国家3级古迹。萧家人以酿酒为业，累积财富，后代为官，还设有迎接皇帝的天宫厅。天宫厅里手绘的寿翁仙姑双折门，现在已经相当少见。南极仙姑代表长寿，那何仙姑这边福禄寿的禄，它的坐骑是鹿哈。花罩部那边有刻蝙蝠哈，整个是有福禄寿。萧家5堂利用廊道连接，用双回字形建构，是一个完整封闭的围笼屋，有防御的功能。日军犯台的时候，客家义勇军据守萧屋，保乡卫土。萧家出城专用的步月楼跟萧屋一样，列为3级古迹。另外，建于清朝年间的进字亭一样也很有历史，嘉东处处都是古迹。6堆小旅行走进内埔，也能看见古迹之美。清朝嘉庆8年建造的妈祖庙被列为是国家的3级古迹，不论是文化艺术还是建筑都有故事。特别的是天后宫旁还有观音亭跟昌黎祠，这也是难得一见的文化特色。那这3座庙呢，就是儒释道连一体哈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全台湾少见的一种特色哈。昌黎祠供奉的是唐宋8大家之一的韩愈，因为韩愈心学有功，所以内埔特别建庙宇来纪念。昌黎祠之内，这一张张的红色祈福卡相当吸引目光，因为一到考季就会有考生带着准考证，希望韩愈能够带来好运，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心愿呢写上去，把准考证夹上去，然后拿来祭拜，就是要求取功名。走一趟6堆建筑古迹林立，能够看见客家聚落的历史发展，也能够感受客家先民保乡卫土的精神。100年5堂大屋，雕栏玉砌张官威，寿翁仙姑显富贵。步月楼外，循着先人足迹，踏进6堆客庄的感动时刻。